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成功大学护理系所发起成立的亚太护理教育联盟，上午伫成大病院城庆厅举行开幕典礼，来自亚太地区10外个国家的代表做伙揭牌。伫联盟成立以后，将会连接这个国家的护理教育资源，提升竞争力。亚太护理教育联盟伫成功大学正式揭牌成立。开幕典礼即天，甲来自亚太地区10外个国家代表进行国际研讨会，透过亚太护理教育联盟的成立，连接会员国家护理教育资源，共同培育护理人才，全面提升亚太地区护理教育的永续竞争力。身为地主城市的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表示护理是长照2.0重要的一环。因应台湾人口结构高龄化，成立亚太护理教育联盟，不但会当培育优秀的护理人员，对着国家整体长照政策更加是有帮助。护理一向是未来长照2.0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块，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护理教育的这个学术专业研讨会，能够有助于未来护理教育的这个成长，而且能够培育出更优秀的护理人才。那对于整个国家的长照政策以及因应未来台湾高龄化人口结构，能够有更好的得到一个更好的照顾。亚太护理教育联盟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敬之教授表示，新大护理学系过去数冬配合政府南向政策，秉持亲近东南亚护理教育，到目前已经培育数十位来自亚洲护理人才，学成后各自回到家己的国家服务，提升联盟国家的医疗品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08年全国少年杯跆拳道锦标赛6号上午伫新营体育馆盛大举行。主办单位台南市跆拳道委员会主委蔡洪全议员也亲身示范，表演360度的旋踢，甲8块板击破，得到热烈的破甲声。同时嘛，甲小选手做伙揭开比赛序幕。第26届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6号上午伫台南市新营体育场盛大举行，总共来自全国22县市9场参赛。伫开幕式由一群青少年朋友表演跆拳道甲击破，得连台南市跆拳道委员会主委创全，因为本身嘛是跆拳道三段，嘛亲自表演旋踢甲击破，得到现场热烈的掌声。总干事是我的教练啦，我家己有那3大以上哦，所以呢，虽然我的年纪也很大了哈，虽然看不太出来，对不对哈？但是等一下呢，以身作则哦，看你们各县市有几个注意哈，下去示范击破哦，我蛋姐示范击破，来做一个正式的开场，好不好？好。哇，蔡教练360度，哇！3段这种伸手不止3段，来，击破木板，一共几块？好，8块木板。来，请大家睁大您的眼睛。主办单位台南市体育总会跆拳道委员会表示，旧年顶一摆全国比赛伫台南举办已经是4冬前，今年再度争取到主办权。为了感谢教育部体育署，另外嘛感谢全国总会全力相挺。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位
我们的同学、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得到我们心目中的第1名，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跆拳道比赛，其实在台南已经越来越兴盛了。我们有办过很多的不同的比赛，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比赛，让我们的小朋友有更多的表演的空间跟一个切磋的机会。所以我们一起加油。现场出席的除了全国跆拳道总会理事长吴良平，另外嘛有九段教练协会理事长陈世雄，加来自伊朗的欧米，都是嘛是中华奥会培训教练，拢全程出席，为小朋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中英大学甲台南家教合办的家教分班是全国首创，要协助收养人取得大学文凭。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这届总共有30位的新生加入，其中阁有13位是来自外地收养人。由台南感觉甲中央大学合办的感觉学士分班，在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开学。难得是，这次阁增加30位收养人加入，和这届学士班总人数增加到70人。这是全台唯一的大学学院班。各位同学，你有幸来到这边上课，我想你应该要珍惜。今年的长荣大学他们在课程上的设计比以前更加的活泼。我想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让各位同学们去学习。我想在管理学程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面向，可以让你去思考、去上课。举办进入第3档的台南感觉学士分班，每档拢会吸引真侪受训人来报考。而这次总共有37人报名，在经过考试后，有30位受训人通过入学考试，其中更有13位同学是为外地来上课的，上进的心相当使人感佩。有句话说，圣贤也有过去啊。那我们虽然是犯罪，也是有未来。那既然我们过去犯得错了哈，那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充实自己，不管是内涵啊、实力啊，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我们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哈，重新来做一个定位。反正人生的开始，没任何时间开始都是好宝贵的，也是很可贵。台南感觉学士分班为102年开办到即马，有计2天后就会产生第1届毕业生。负责教的中央大学嘛咧规划开设硕士班，让受养人会当继续读册，向更较悬的学历迈进。不只是重视自我，嘛互家己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由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指导，安平区公所甲台南安平美丽商圈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2019安平古堡节 cosplay 趣味竞赛，9月7号将伫安平小炮台文艺广场举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由市府指导区公所甲民间商圈共同主办的2019年安平古堡节 cosplay 趣味比赛，9月7号将伫安平小炮台文艺广场举行。参赛者不但会当扮演家己上喜欢的角色，伫古迹景点4过佚佗，并且比赛也阁有奖金通摕。该比赛伫市议会议长郭信良加持，安平美丽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罗坤福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办得不错的话，
引起热烈的反应。那我们再持续加码，这场办完以后，下一次就办这个卡通影这个整个的装扮动漫的，那我们再加码办个1场杯的，让台南的商机呢更加复活那个整个的活络，能够带动安平整个的商圈。9月17号，下晡点半过，差不多2点到6点，这个活动时间是2点到6点。你若去安平商圈就古堡街啦、延平街啦，你拢会看到一寡这类似这个专版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记者会让所有的乡亲们、好朋友们知道。多一些参与。新闻单位网络行销公司即摆将邀请4位经验丰富而且也超人气的 cosplayer 担任活动嘉宾，欢迎介意 cosplay 民众踊跃参加。等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曾经甲红赛德光直属合作演奏，伫网络顶面创下20万点阅率的小提琴家许素兰，9月15号中秋假期将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独奏会，而且为了回馈乡亲，完全免费入场。文化局表示，真正是佛心来的，邀请民众踊跃购票欣赏。台南的查某囝许素兰伫文化局副局长甲爸母的陪同，做伙伫台南文化中心宣传伊伫中秋连假将要举办的小提琴独奏会。其实10几年前对国外学生回来就定期赴城，以后曾经带领奇美管乐团巡回台湾40几场造成轰动，并且成立台湾玉山交响乐团来积极栽培音乐后辈。今年伊将甲红赛德光直属以及钢琴教授黄楚涵联手演出，要来挑战高难度的乐器。我这次演奏的3首曲子都非常的具有高度挑战那个技巧，还有音乐性。尤其是第1首那个克罗采小提琴奏鸣曲，那是在我们音乐界里面，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首最困难的演奏的曲子。那我就希望自己趁年轻的时候，身手还在的时候，来把的音乐的那个困难的一面呢，然后来挑战自己。伫这会中，许素兰老师嘛现场来一段独奏，互大家听甲一白。文化局表示，该演奏会伫台北甲高雄拢是卖票，不过伊为了回馈家己的故乡，才是免费提票一场，等人真正有福气。一门好几节啦，还有一位女儿嘛，对，所以全部都是音乐人。那我看他那个另外一半。先生日本那边呢，也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族，全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台南的荣幸，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么优秀的这个子弟，然后可以深造，然后回到台南这个地方来继续为我们台南的音乐文化做奉献，跟做付出。出身艺文家族的许素兰，再次邀请民众15号下晡2点半，做伙来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等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云底降准高，或者是雨后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5成。海面电波风力4级到5级，长达准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